明仔载开始，就是双十连假头尾放3天，也高速公路局预告讲哦，这边各地的交通量会是平常时的1.2倍。明仔载到南的车按算会上济，代替高铁拢会增加车帮，就是要来倒数运。也讲到高铁伫咧9月底开始实施一个零整车厢的制度。高铁公司发布上新的统计，伫咧看到案例当中，伫车厢来讲电话占要5成。双十连假到啊，真侪家长是带囡仔去坐高铁。最近因为社群网站有乘客发文讲，伫高铁拄着囡仔伫车厢内面咧吵，违反零整车厢的原则，引起讨论了，佮甲文章抬掉。虽然高铁早就强调零整车厢毋是针对囡仔，但真侪家长嘛是有压力。其实就是我们也是会担心会吵到其他乘客嘛，所以小朋友如果是讲不听，为什么我们自己也会抱去就是车厢外面？可能给他画画、玩玩具，他可以安静的待个1个小时到2个小时，我才敢开始带他坐大众运输。高铁公布统计数据，对9月22零整车的新制开始实施以来，拢总是坑到13000外件，有半数拢是伫车厢内伫讲电话，佮有要3成是大声伫讲话，另外超过2成是看戏出听音乐无挂耳机。高铁强调和囡仔有关系，敢若足少的个案，佮一摆呼吁社会做伙支持包容囡仔的成长。另外伫各岛所运的部分，高公局估计双十连假期间交通量会是平常时的1.2倍，车站会是路南车流的高峰。新竹、桃园，然后彰化、台中这些路段，大概在上午6点开始就会出现车潮，大概到中午过后，下午才逐渐疏解。那国道5号的部分，车潮通常会出现更早。高公局特别提醒讲，今日放双十烟火的所在是外国道3号南投交流道，车站迄天中昼12点到过灯光的0点，会甲国道3号南投交流道的双向出口南投服务区另外便道封起来，请过路人要注意。另外，避免为着看烟火伫国道故意放慢车速，还是临时停伫路径，违规会罚款3000到6000。记者综合报道。